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鱼还鱼，虾还虾。渔民出海掠鱼回来，会甲掠到的海产做分类，鱼仔做一堆，虾仔做一堆。安尼要车来货卖，嘛较好做事。若蓝做一堆，就真好找咯。这俗语就是要讲，无共代志，无共物仔，拢着爱分好清楚。这是避免有争议、有纠纷上好的头路。毋过总是有一寡人袂愿安尼做，挑工要甲你蓝做伙，得个斗菜刀。若安尼，咱嘛参伊讲无落你来，咱就免无采时间甲伊搭喙啊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